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photo 人丹一生啦。有多唔少中意影相嘅朋友呢，都中意自駕遊嘅。咁但係呢，有一啲譬如遠啲嘅景點呢，可能呢都會考慮呢 join 一啲 local tour。咁啊，有啲影相朋友就會投訴啦，就話：唉，你成日喺架旅遊巴度，你邊度影到靚相啊？但係我覺得咧，好多嘢呢，世事嘅嘢就往往呢都唔係必然嘅，好多嘢嚇。咁其實呢，我覺得呢，只要你掌握到一啲嘅技巧，留意一啲嘅要點，你仍然呢都係可以影到靚相㗎。以下落嚟，我分享一個最近我 join 一個 local tour 所拍攝嘅照片，全部都係旅遊巴上面拍㗎。可能有一啲你估都估唔到我咁樣影嘅。好，咁你準備好未啊？我哋馬上去片。認識我 Dennis 好耐嘅朋友呢，都知道呢，我嗰陣時呢係幫雜誌呢去寫攝影專欄嘅。想當年呢，都有好幾位 photo on net 嘅籌委呢，都係呢攝影專欄嘅作家。咁我哋定期呢都會呢去唔同嘅雜誌嗰度公稿嘅。我試過呢最密嘅時候呢，都差唔多每個禮拜呢，我都要寫一篇攝影嘅文章嘅。寫咁多文章啊，自然呢就要影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啦。我記得其中一篇呢叫做《不一樣的風景拍攝》，喺裏邊講緊我參加外國旅行團嘅時候，我哋喺一架旅遊巴究竟可以點樣影相呢？我寫得呢篇文章啊，咁一定係我要參加旅行團啊，喺架旅遊巴上面影啊，我先可以寫得到啦。都已經20年啦，好多人同埋事呢都已經轉變，但係究竟我哋影相嘅方法有冇隨住時間嘅流逝而改變呢？我自己本身呢係一個中意自駕遊嘅攝影師嚟嘅，呢啲咁嘅旅遊巴嘅經驗呢，實在10隻手指都數得晒啦。咁今次呢，因為家人呢就見我，唉，你都唔好揸咁遠車程啦，就建議我哋呢都係join旅行團，舊地重遊。雖然呢好多拍攝嘅路線呢都係同舊陣時一樣嘅，但我今次嘅攝影體驗呢就好唔同。隨住自己嘅一啲嘅攝影嘅體驗啊、經驗啊，同埋一啲修圖技巧嘅一啲嘅發展啊，我發覺拍攝嘅手法呢係可以呢有改動嘅。好似我之前嘅文章呢都有提及，如果你呢要拍攝旅遊巴外邊嘅相呢，你一定呢要用一個較快嘅快門，起碼都1000分之一秒呢，因為你架車係好快噶嘛。但係今次呢就有啲唔同嘅體會啦。照片嘅前景同埋後景呢，所需要用到穩定影像嘅快門呢係唔同嘅。一般嚟講，前景呢係比較轉變幅度大嘅，需要用一個較快嘅快門；而後景呢，其實係可以用一個較慢嘅快門噶。好似呢張照片嘅一個例子，呢張照片呢，我為咗加入一啲動感嘅元素，我用一個極慢嘅快門，係40分之一秒呢去影呢張相嘅。我亦都趁住個旅遊巴轉彎嘅時候，個時速呢係較慢嘅時候去拍呢張相，去增加我呢個成功率嘅。前景嘅樹呢，因為車嘅喐動呢，所以呢有一啲流動嘅效果。而遠望嘅山景呢，因為佢影像速度呢轉變得慢，所以基本上呢，你係攞啱對焦呢，都係會 sharp 嘅呢張相。所以呢，喺旅遊巴上面影相，唔係一定要用高速嘅快門去拍攝嘅，有時你動一動腦筋，可能會創造一啲意外嘅驚喜嘅。之前嘅文章呢，我亦都提及
喺旅遊巴上面呢，我哋要避開啲反光位，以免呢嗰啲反光呢入鏡喎。但今次嘅攝影體會呢，再一次話俾我聽，我呢個諗法呢係未必正確㗎。而呢張我拍嘅照片，命名為日光之大地，呢個唔係特別嘅天文現象，亦都唔係 AI 創造出嚟嘅影像。大家估唔估到天上面點解會有兩個太陽呢？其實照片嘅右手邊呢係真實嘅太陽，而左手邊較暗嘅一個光控呢，其實係陽光照落去我鏡頭上面玻璃嘅反射嚟嘅。當然呢張相唔會一次過就影得到嘅，我係試咗4-5次喺唔同嘅場景裏邊，每次係只有2-3秒時間呢俾我去嘗試嘅。呢張相嘅構思呢，就係我發覺呢，陽光照射落去鏡頭反射玻璃嘅光控呢，其實有時呢，如果你係配合得啱嘅話呢，係可以呢係做一個好好嘅攝影嘅元素喺張照片上面嘅。喺20年之前嘅文章呢，我就會話我哋要避開光線嘅反射，但係今日我嘅體會呢，又係好唔同嘅。我覺得有時光線嘅反射呢，有時又係可以擺落張相做一個美好嘅構圖嘅。唔知大家會點睇呢？呢張日光之大地係我下個月喺列治文公立圖書館嘅展覽嘅其中一張作品。如果你想知道我用咩拍攝器材啊、光圈、快門同埋所用嘅一啲嘅技巧呢，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呢個展覽會係喺9月喺列治文公立圖書館，係喺1樓同埋2樓，大家係可以望得到嘅。當然仲有我一啲近期嘅精彩作品啦，大家如果有時間嘅記得嚟喎。除咗呢啲另類嘅拍攝技巧之外呢，我其實呢仲有幾個 tips 呢係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樣分享嘅經驗呢，就係喺旅遊巴嘅坐位啦。咁你會話，梗係坐喺窗口邊啦。咁但係如果我問你呢個問題，究竟你係坐車嘅左手邊嘅窗口邊呢，定右手邊嘅窗口邊呢？你會點樣答我呢個問題呢？喺北美行駛嘅車輛呢，全部都係右上左落嘅。基本上兩邊窗口見到景色嘅機會呢係均等嘅，因為佢回程嘅時候會行返相同嘅路線，所以呢基本上景色嘅出現嘅機會呢係一樣。但係你唔好忘記左邊嘅窗口位呢，佢呢除咗係見到左邊嘅景色之外呢，亦有一條對頭嘅行車線嘅。呢條對頭嘅行車線嘅車輛呢，有可能會遮擋咗你一啲部分嘅風景嘅，所以呢，如果你俾我揀呢，我呢就會坐喺旅遊巴嘅右手邊，因為右手邊呢應該係只係會見到風景，而唔會見到任何嘅行車路線嘅。身為攝影師，其實呢，我哋除咗要認識一啲基本嘅攝影技巧之外呢，有時呢，我都要話俾自己聽，要放置自己喺一個最適合嘅位置度，攞最好嘅攝影機會嘅。靚景呢，就周圍都係有唔同嘅角度可以拍攝嘅。如果你唔放置自己喺一個最有利嘅位置度拍攝，你可能呢就會錯過好多珍貴嘅機會㗎喇。鏡頭嘅選用方面，因為呢你都係喺個車廂裏邊呢做抓拍嘅動作，所以呢幾時你都係應該要用一支變焦鏡嘅。但如果你問我應該用長鏡頭定係用一啲闊鏡頭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就冇乜所謂。不過要留意一樣嘢呢，就係如果用闊鏡頭嘅時候，你可能呢就影咗好多玻璃上面嘅反光。呢喺後期嘅時候呢，你可能呢係要用一啲嘅修相技術呢去執走佢嘅。當然，除咗旅遊巴之外，有時你可能搭纜車啊，或者去雪地嘅車啊，嗰
嗰啲窗口呢，如果係打得開嘅話呢，你都盡量打開，因為冇玻璃有時呢又真係會清晰啲嘅個影像。仲有一個最有用同埋好重要嘅建議呢，俾大家喺呢在旅行團旅遊嘅時候呢，大家係千祈唔可以瞓覺㗎。你影靚相梗係有啲犧牲㗎啦。如果你瞓咗覺，你入邊就睇得到靚相，拍到佢哋呢。所以咧，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在旅行團嘅時候，千祈唔好話俾自己聽，喺呢個巴士上面邊度影得到靚相啊！我話俾你聽，如果冇巴士上面嗰塊玻璃啊，我點會影到頭先嗰張兩個太陽嘅相啊？所以世事係冇絕對嘅，盡量把握每一次嘅拍攝機會。旅遊巴嘅路線呢，多數都係高速公路，好多位呢都係唔可以停落嚟呢，俾你自駕遊可以拍攝嘅。所以有時旅遊巴上面嘅一啲風景角度呢，真係唔係你可以揸車呢係可以影得到㗎。身為攝影師嘅我，成日都會勉勵自己呢，幾時都要有一個突破自己嘅工作嘅態度。如果我仲係用翻20年前嘅一啲嘅攝影技巧，我只係會得翻我20年前所拍到一啲相嘅質素。勇於求變先係一個真正攝影師嘅應有態度嚟㗎。我已經講咗好多旅遊巴上面拍攝嘅 tips 啦，你係咪已經充滿信心呢？好，我期望你下一次喺旅遊巴千祈唔好瞓覺喎，記得準備好相機影靚相啦。同我20年相比呢，雖然景色呢都係一樣，但人呢真係多咗好多。可以咁講，喺旅遊巴上面影嘅靚相呢，仲多係旅遊巴外邊啊。所以大家都係好好 plan 下自己嘅行程啊。係咪好驚訝？頭先所有嘅相呢，都喺旅遊巴上面影呢。有邊個話個玻璃嘅反光係唔可以擺埋落張相度用㗎？其實我覺得呢，攝影呢都係藝術嘅一種。冇話梗死咩快門咩光圈咩拍攝手法嘅，只要你控制得個畫面合適，創造到優美嘅構圖，咁其實已經係一張靚相嚟㗎啦。好，咁今日呢介紹就到呢度。咁如果你喜歡 Photo&Net 嘅頻道，請你免費嘅訂閱。咁你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講解，麻煩你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中意攝影嘅朋友啊。好，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㗎啦，拜拜。